水中世界悠游自得，自成一方小宇宙。曾焕南整天与鱼为伍，水底的景象百看不厌。我觉得看看鱼也是蛮可爱的、那我就试着想养一个小鱼缸，可是养到最后，好像就不小心掉到水里了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投入这怡情养性的行业，20几年青春都放在鱼身上，兴趣变成职业，让生意不只是生意，还处处用心。我喜欢它比较不是那么毛躁的，喜欢很优雅，因为有些鱼你知道，有些是动作很快，有些是真的是非常斯文的，所以我在跟客人在安排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到这个。引进壁画式、屏风式的水族箱，水底美学延伸到生活各个角落。曾焕南把水族箱当艺术品，对拿手的水中造景自有一套独特看法。适度留白，这非常重要。跟人生一样吗？应该是这么说，给自己一些空间，不要让压力太大。夫妻相处也是这样。养鱼养出无限心得，流动的美感间看得出爱鱼人的生活哲理。那我知道了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矮迪耶，矮碟嘞，对对，碟嘞，我知道喽。哎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矮碟嘞，矮碟嘞。